Jackson 的团队的工作人员有来 message 我，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有说 Jackson 有在我的社群媒体上看到了我的影片，然后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诈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点不敢相信这个东西，但是后来他们说 Jackson 想要做一个团体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就是非常的自己很 lucky， 然后也很感谢可以跟他们做出这么酷的东西。Yeah. She's a star. Oh, Yeah, thank superstar. you. Yes, say she's a it. star. Thank you. 我也是跟 CC 一样，就是他也是直接讯息我，在我的 IG， 但是我不认识他，然后他就直接讯息我，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就是非常的，有点来得太突然了，对，真的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一样。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哇，好，那就好吧，那不然来聊一下。然后他也跟我解释了整个计划的一些规划跟过程，跟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计划去怎么样去传播更酷的音乐，对。然后我也觉得这件事蛮来劲的，对，所以我就也加入这个 project。所以你们三个都是王嘉尔一个一个拉到一起的。Yeah. 那么你 Yeah. 们三个对彼此的第一个影响是什么？因为我跟 CC 本来就认识，对 Jackson 的第一个印象，他很难去预测，对 ，It's hard to predict Jackson what Jackson is like。他常常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像是他会把我手机给藏起来，然后he sort of like hide my phone in somewhere else, try to trick me into like I lost my phones and stuff, you know. Trying to frame me. Yeah, just trying to frame me. And yeah, he's fun and unpredictable. 然后 Ice 的话呢，他的印象的话，我觉得他也是蛮 chill 的一个人，然后以为唱就是 rap 的应该可能会比较怎么讲，比较拽一点。对，那其实他不拽，他其实蛮好笑的。其实，他有很多，你们还对他蛮好笑的，对他有很多他自己的幽默感。什么叫他自己的？就是他独特，他独特，我自娱自乐，我自己笑。对对对，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的幽默感，是等待你们去发掘的。我对于陈妍的印象，因为我跟 J 上之前有认识，所以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摩羯座，因为我也是摩羯座。哦，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两个有那个摩羯座的 connection。什么意思？就同一个星座，不知道同一个星座什么样的，比如说典型的是咋样？就是我们会是在同一个频率上，我们聊的东西，什么音乐的想法，对于人生的想法，我觉得其实都还蛮相似的。对，蛮相似的。然后对于 Jackson 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true superstar， 就是不只是大家在舞台上看到的光鲜亮丽的 superstar， 我觉得私底下他对他的工作，还有以及对他身边人的态度都是非常认真、非常负责的，然后也是一个我很想要学习的一个榜样。